今日我要介紹嘅就係認識圓。中間呢一點咧就係圓心。點樣揾到個圓心咧？就係用間尺量度一條線，然後揾到佢最中心嘅位置，跟住點一點，然後再呢度再打橫間一下，然後再揾到佢最中心嘅位置又點一下，跟住咧直徑咧就係打橫畫一度，就係佢嘅直徑。跟住半徑咧就係即係一半。呢個就係半徑。半徑同直徑嘅關係咧就係半徑同直徑就係半徑嘅一半。跟住多謝大家，我嘅介紹完畢。